大家好，我是 SD。三国英雄如果去做代言人的话，会发生什么情况呢？那么就让我们来看一下吧。啊，第一章已经过了哦，那我们从第二章开始吧。小儿亲热止咳口服液，让你告别咳嗽的烦恼。容我三思。读书轻松一点，考试胜人一筹。为贤为德，人服于人。我发，不可能！阿迪达斯 ，Impossible is nothing。全军突击！来自俄罗斯的马戏团，让你拥有飞一般的感觉，居然比我还快。我们开的不是车，是寂寞。快使用双截棍！嘿嘿哈嘿嘿嘿哈嘿嘿嘿嘿。请休息吧。21世纪什么最重要？健康。越老越要补啊！金奔水蜜桃，让你每一天像水一般甜蜜。鼠辈竟敢伤我！上海中佑肛肠医院，让你猎得开心，治得放心。金嗓子喉片，怎么叫都是那么的嘹亮。看儿乃插标卖首，欧莱雅，你值得拥有。观今夜天象，知天下大事。一起去看流星雨，今天你看了吗？失血过多了。谢谢大家观看，我是 SD，让我们下期再见。